中山主城核心區保利今次將世代宅玩明白，喺灣道上新地標保利朗悅，直接將高端改善標準拉滿。點解講佢係中山人嘅改善範本？先提地段，項目選址豪宅宅堆嘅東區誠心思維，出門就係交通主動脈，喺灣道可以快速接駁博愛路、中山路等城市主幹道，約3公里範圍內6大商圈圍繞，利和、富力城、萬象匯去邊都方便，仲有華僑公園、紫馬嶺公園雙綠費。項目周邊4所省1級學校環繞，行路400米就係水雲軒小學。名校嘅含金量唔使講啦，再嚟睇睇產品力，比普通住宅約3倍造價嘅新中式園林，1步1記，翻屋企就好似行蘇州園林。仲有約2000平嘅業主私享會所、恒溫泳池、私宴廳、健身房，直接對標星級酒店。作為東區準世代住宅，佢嘅低密屬性就已經先有對手咗，130%超高得房率，6米挑高空中花園，平層戶型，越級享受別墅居住感。如果你都想有咁樣嘅生活，點擊鏈接嚟睇睇啦！